今朝该位是神采的下流体，也是政治塔里向有名的刽子手。就说现在蔡姑娘追你对老爷来付出心啊，责任包到我身上来，根本没办法，只好心想叫下流，真正追他是不得了的呀。啊，小姐啊，想老爷相亲嘛，你下驴去吧。这个嘛，哪个男子不能再付下去再，他都再付下去，来娘讲说，连回家到路上来请我。要大的年纪都在，常常我犯一点子更多，我哪行对得是来娘讲你？所以三朝五十方，离离远宾，面孔上不隆隆扑着一阵风，手上带身。真经只一人无体啊！我就讲，这你这个要追到啥辰光？这个让我来哈哈哩啊，小姐呀！小房家，公子没逢人头，独日花有太冷清。那么来娘讲是个样，你现在到把我去追舅娘，那么舅娘嘛大概到别地一追他，娘儿子不能旁头，可是我担当不起的，谁不是追呀，亲啊，却被彩屏一记句。又是一人啊，第一人。哎呀，这个追到啥辰光？这个，我问呢，你立定啥个道理？讲得出唔上，讲不出，当然不客气。一道讲下去，小姐啊，
为什么不肯走呀？不肯走嘛，总归有道理吧？要得来。我今朝南京放公子，总居南将复名正冷律师中期几分，非面相逢君上身。有点难为人呀。那不能说出来的。前3年第一次碰对不怕难为人，现在各自3年第2次碰对得怕难为人噻。可是将来的报纸党组织亲人要导致后面对子碰对噻，那不能说出来的。小姐呀，想第2次相逢后绿军。我得别的分少分口几个，那么叫头难，打过头个呀。第一周不难为人，今朝第2次碰头，我说君嘛，自家想想说不过去，如此醉呀，亲啊，啊！哎呀呀，小姐啊，这你上要追到啥辰光哦？小姐啊，为什么不追呀？侬在此想呀？想许什么？那30年生几个？不称呼，哎呀，这叫称呼主动就让你水里。为啥？本来表姐表弟现在配子亲人结婚夫妻，你欢喜啥个称呼？你倘是你要老亲称呼，加上表弟，你为叫你表姐；你要新亲称呼，加上姑人，你为叫你娘子。不记得你下去叫你表弟，你为叫你娘子，也不是妻子，不种称呼呀。哎，小姐呀！想你们夫妻的几夫妻里，知地一句，知地诚。世间玉露成古梦，当着勾风给人生。
现在我去这里心情称呼么，的确蛮难为人。我家里啥，你回家我啥。现在啊，我心情砰都开，当你分配清，神就得你来听称呼。我家上你别地，你回家上我别家，实际来嘛的确，但也不难为人才。如此这样，亲啊，快在，速度高快一倍。方才1斤1现在4、5斤，2斤1追，力道也来盯着。为什么又不肯追呀？预告代理的呀。必是代理者，什么代理呀？那。徐州知道我娘得在表弟，我代替娘去办事，负荆请罪，月里吃饭，别人不会讲话的。今朝娘的表弟分棒团，分吵起来，我下去烧个名堂。倒想不出吧？不过蔡姑娘再想缘分，让我接讲你。说起来才讲，徐州知道夫人得在姑娘分开来下去啊，你自个先先下去讲。现在了要亲自上来请来，你不下去，你首先的等我笑笑吧，让你咯了一笑，跟我下去子老的小姐呀。爷娘应当一样对待，但是我分子轻重了还。对个呀，谁就是他娘得在别地分管着我下去，我私事无虑，负荆请罪，对莫周全。那么今朝呢？今朝来娘讲，到路浪向关着我下去，反正我往也不肯下去，去也不肯下去。那么实际上说起来，我变得只想娘而不想要。哎呀，这个错怪，所以现在啊。跟了一些彩屏，如此这样。不过学长，亲啊！
为什么又不肯追啊？有个有狗的呀。有狗来这花头真多啊！什么有狗啊？呐。你就没难过个，非要说男女之间啊，谁讲你现在男朋友帮子对礼拜天到个朋友窝里向去泡子坐下来嘛，大家总要谈谈讲讲。又说得你对我看，我对你望，唔背我还要均脱呀。像你说是一样呀，你两家头上谈，不管是说得好听不好听嘛，总要说不停个说。难道又说你两家头上次谈么不说，四张眼睛都上盯了你多看，我倒要好个呀，那。让发啥子啊？还是不要讲的。蔡姑娘做你的小姐，你讲唔白话，分开3年，我想想才是在话。你讲唔白话，那么我来讲呢？哦，这小丫头真有道理，搞东家子。小姐啊，小姐没有什么说话吗？带小弟来见你吧。看上去我东家不会做噻，哎呀，娘不难做子吧？哦，我们的闲话要你讲出来听听看着哇，真言。小姐听兵啊！生他日的英雄，昔日非仙人，因我并未出家庭的因我不能个女家人，因我并不把衙门，因我相处也无因，因我抛弃不对劲，因我不去读经来，因我奉义对公民，因我不想真家生，因我今得大乡人，因我并不想谁听，因我非到这里有灵，因我不像你书人，因我该被出家人，因我更被水中情，因我骆驼唱大情，因我到处四面生人，因我说不去玩。这是口是呀，哦，你看记得上改，一看就唱18个音乐的嘞，一个音乐就是一个题目，18个音乐就是18个题目。那么现在我到下头来，用不到18个侪问里个呀，叫得内张中抽几个出来问嘛，还配得半日的嘞。那么既然有这闲话嘛，想想得唔少难为的，整句下去吧。如此醉呀！哦，你再放下去，我要斗气上。哎，亲啊！可谓翠屏一句句，心如滴水笔动音。一枝松柏一
定结局与不肯言。三进一走到第十人，一来定讲，为什么也不肯走呀？这个菜饼啊，嗯，我也想想了，心里想蛮好的。好的啥讲？那啊，这里相见方公子，知出知己虽有门堂夫人一向自未听，非面相逢寻几声，只为我女儿月里饮，闺门女婿不留心。可是啊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个一人立定定有道理。紫薇堂替夫人虽有钱财支出，反小姐让旁头夫人得胜，大指下头一只手家法办，一只手关门训。乃侬私事旁头小姑娘还当了得，反关门训上向第几条？该次果要吃生活，小姐落得了，晚上来上吊神仙了。哎呦，搿么啦？让你回出去啊！搿副来三讲，前功尽弃。搿说这小姐真因为啥个你快点下去？你现在快点到紫薇堂问过了两句闲话。但是真个还是刚刚安做过、分做过，门清爽马上回上来吧，替夫人为付诸于旁头。这你是讲慢吞吞、慢吞吞嘛，蛮危险的小姐呀！女子要见一见面，分一分明，分他为什么？在家文改做了出家身，一去两年龄，四海飘零风影影，谁知姑娘起妇女红染不得君，你求他须记家莫相珍惜公着始终是占有分。下有家的家不你何苦要觉得有家生有生？你说的秋君须见公娘面，秋君说相为花厅，秋君后说已经，秋君发文多惊人，秋君下言不对情。公说今朝妇看足，妇女今朝见面心。女子呀，两三句各是无声，如果是那上片来多人终身相思。夫人非必分，可是呀，哎，搿句话对个。现在我还是下去问你两句说话，按着步分着步，但是真的讲，门清爽马上回到里浪一些些功夫。葛么我窑面浪向可以改装在，葛么娘呢娘妈夫还在旁头，对，葛么要走到跑的不能再慢在。啊，翠萍，小姐如此快走呀！啊，亲啊，出人意，终身听。从此谁来负不分？因娘娘退定定，夫
18身，匆匆在结界迎来为郎都定心，风动龙皮人，前面找到滋味。不得了啊！快来啊！这个时刻噶，北京府体棒当一跳跳得来着。平门后花友们哈不啷当总统才跳光，现在已经到资礼堂平门碑。那么有知了，听众说这外不对，晚上说你所写的神采我下十八进府体要最18年天得了，名气大得吓死人啊！啥个你都一天头上最光着。实在的还桩事体呢，当时辰光你先生身体有私说些小情，甚至他亡，离到了马队浪向唱个辰光，不是3刻钟啊，1点20分一档节目。唱9日讲，从方清大士当班进花有说到神采我小叫我雷天18人18日天第18天，3个18日，不是真正18进府体最18日呀，要有个点内容唱的呀。要么哪样？要么追到第1进府体，雕花写本西厢记唱西厢记，第2进全部三国志唱三国志，否则没内容管。那么政治他呢？我倒看得蛮多。十一政治他、华籍政治他、户籍政治他、粤籍政治他，侪看过。从方清初次进花有沈夫人施丽丽，后来到奉旨大头有，几个辰光2个半钟头解决问题的。你要唱几何辰光呢？我当你先生现在唱个辰光嘛，辣辣唱剧市场从年初1唱到8个半后，要个点花头了。后来我听追云在老师兄呢，搿是到先生退位，本事交过来了，别个唱个啥事个呢？那么再讲讲快便当慢饭呢？慢要有内容，汤是重复吃浪饭才有没味道。你3个实施，为啥只有每天听诗？不每天看戏，听诗得以行操，修身养性。那么你说诗呢？现在才要讲出来，好家里个肉，通通才要贴出来，来龙去脉才要告诉本多听。方清想的啥，神采我想的啥，你都侪晓得，因为你才讲得出个。所以有辰光应该快，有辰光稍微慢点，细致点。那么按照现在神采我下流体到方清鸡娘头油。唱得慢点几个辰光，还有2个人，我有3个不来三个。你到刚才忙下半日才有事体关，快点当单着1个人。能够再快点少5天，再快点哈3日天。能够再赶紧点1日天，再快点。今朝王叔嘛，10句片子拿半部整治他唱光里，我往大拍帽子，你听好讲。你读啥的啥该，还是不是好听？半夜是讲快快慢慢不好听该。现在啪到资礼堂平门碑嘛，倒也要定一定着。为啥？神采我小才发出去，不能完成。蔡姑娘阿急，一点点也不急。放在那府体浪向，那小姐做7分制，我下头只好做3分制。现在到该打我到那顶到出来，我要做7分制，乃只有3分制。好比唱戏个大角儿，到了北京，该到上海清理辰光，你可以提出来，住宿、包人、鲜肉，那答应，你来；不答应，你就不来。倘是此地上海条件统统答应，啪开上子，你已经在准备好了孩子。再来大角儿，你还有救没救？救了啥人手里？上面先生小唐律手里。叫他太几个太太，你只好出去。倘是不出去，下头就要喝大菜，那还能忘记得来着？那么现在蔡姑娘男性在身边当面锣分当，有只主播啊，男性只要不出去啊，小的是结吼吼啊。我觉得黄浪一上一抱，
啊，可以呀，我家小弟来了，叫到小道士打过来啊，姐小弟迎接姐姐，那么我看你只好出去。那唐师傅出去随便说怪，不礼貌。蔡姑娘真调皮，现在捉个狼子，趁来小姐发王牌辰光，对准紫薇当郎啊，可以呀，我家小弟来了。哎，眼睛那里去哪有？哎呀，蔡平啊，你不能随着俺八卦，我随着俺踏出去嘛，哎呀，难为人，妹妹讲呀。不过刚走一些，只要走到平门边缘，还非要去爬上难为人，真就让我出去看看你到底哪种实枪。小姐也想踏出来嘛，哎呀，那今这个两只脚不听自家指挥个呀，加上立了平门边，动啊不肯动。你没不懂啊？方清紫薇当静心了海，等到老丈人一嘴嘛别怕雨动几杯拿到水里。还有啥事巧姑娘路过我见姑娘唱道人出去好真开心。现在听见什么了？表叫来着！哎呦，表叫来雨动几杯水里不能拿。今朝三个人来，三种拿法不同。娘来，哭噜吐，坏特子老大，把那娘娘挂上来个。表叫来。雨动几杯水里不能落，姑娘来，我要出东东唱大人。现在听见表家来这雨动几杯放好，妖精到此的平门跟水来念着。正辣该个辰光，平门里向吹出来一阵风，哟，好香啊！风当中有股香味，介绍该个香。花粉香、相思香，哎呀，不对我，不是别家。后一记得蔡平跟我讲，别家出家做子四个光浪头，光浪头不怕有枝花粉，别家出门应该的行业，檀香、高香、树香、欧西香，当起一个西东西，当我发香就一样。这个香不对，阿还是十里姑娘啊。方才瞎讲一声，小姐来再来个老丈人，现在瞎讲一声，来个十里姑娘，搿当作性格。十里姑娘50岁，富贵双全，相夫朋友，立可以拍分第一支。想到姑娘啪，雨动几杯，复翻落到水里。蔡姑娘哎呀这个了，哎呀呀，姑娘，你哪回不来这了？你不来这，小姐名正言顺，一好回出去。说起来，蔡平啊，你报纸我打，小道士不来接我，专制讲话，不规矩的朋友，我不仅有旁队，我要回去着，我倒没办法。蔡姑娘发牢急着，拿小姐水之壶拉过来，自家一只脚踏出平门，对准这个方清，姑爷，果真我家小姐在这里呀，正宗家不是大幸福啊，来娘，哈。是别叫嘛？哎呀，我们哪有种花粉香、相思香啊？非要起过来，雨动几杯真情放好嘛！啊，姐姐，小弟言姐姐。耶，哪大不能不出去噻？倘若再不踏出去了，不然别人要口请。当知我神采我小姐，来让平门被手手杀杀，与亲人之态发海。所以小姐张面孔踏出平门，待方清一看嘛，哼，心里喷上了一气，实在是个呆子哇！哎呀，根本说起来神采我小姐来这晓得哇！蔡平干什么个呀？今朝身浪向大事当杯，手里向风的雨动几杯发，刚才听见是耳朵里向听进去个叫听觉，现在自家亲眼睛看见这个叫视觉，但是听觉了。不就视觉来的灵敏度高，现在看到眼睛了嘛，气到心里，哎呀别的呀，而是你还出家噶，你一出家，购物几乎人哦，购物乃祖宗创业之德，购物舅娘养育之恩，购物我要配亲之情，购物我神他之心，你非要是购物你害人，你就是里等我娘还购物在。我娘侬乃势利，愤怒乃势利害，还是乃侬我娘势利两个字啊，够无了孩子。所以小姐心里砰砰叫一气嘛，猜也不去猜了。
忙正方清杯端过去嘛，当中一立。咦，方清舟你对那不是人，捉过这眼睛的唰一亮，神采我三叫真不得了，立打出来三个西出舞台上向指过出来，整个紫衣堂会得一亮得了。神采我三叫漂亮，我不多形容。神与陆毅比不鲜花四大美人，唐诗活到今朝，看见神采我还要讲一声采我阿姐，你发音呢也不要知道这样的。所以到底哪行标志让各位听众你都自家去想，觉得哪行标志嘛就是神采我这面孔。唯有四个字好形容，叫水色可丑。啥叫水色可丑？就是一个人来肚皮饿的辰光，看见这种漂亮的面孔、标致面孔，会得觉着饿，觉着肚皮会得饱。等福冈跟上星上半日开着为福冈新为主去吃饭嘛，望准此地中百公司门口一来，看见两个标致的女小姐最个嘛，吃包子，再来两个嘛，吃得盖子，回来两个人要吃什么生菜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那哈日来让吃饭的辰光，看见漂亮的女子最过哟，面孔上标志，是啊，定一定反复吃。有点为了不容易啊！方清觉着奇怪，哪能道理了？还讲声音来着啊，哥呀，我家小姐在这里呀！得知后头去着，是啊，哥呀，那你这边谁来？方清这你的那个屋头久病震动，出进小皇帝切上人后，立个长话屋头跑出来的呀！来到我个面来啊，登至门前一立。小姐啊，你这边谁来？啊，哥呀，你叫声姐姐。小姐啊，你叫声姨弟。称呼老亲，等到欧巴好长，我才不关照。我就方清觉着紧张的上门，那我说有点受力不呀？哪道理来？说说我那皇帝金殿上向见皇帝，分于这个感觉。那今朝见高知府为得这样局促不后呢？我再一想，对个高知府比皇帝大，为什么玉皇大帝呀？老蔡姑娘，我是个女王门，她是中班在里一生深。相知地大，不比林三回。蔡姑娘，龙女一步赢。相知几时400年共杀心，不去南海大事真。我这守在内地子，分明同此报国营，但是想了巨凤龙切之神。我三个同志报国营，国营不什么？不然应该见个礼呀，叫人一声讲。那番情是富裕正经身作业，他是否以阴茎把辫子撑？姐姐相提与礼了。一听不懂见礼在，那么礼服不得，应当为一个礼。那么出客得来，为礼的当看了，必要回家一声姨弟。那么今朝不知哪如个，喉咙里会得嘎啦个，说不出闲话，开不出口。所以现在要两只手西洋偏柔一搭，
主人比稍微努两弄的，受回家过在。俺家人呀，那不是人家，向上眼角边上只看见嘴巴8两白，手接应着，实在破难为情。就说现在方清不定心，为啥不定心？因为表舅是个光浪队呀。我该唱风烛无影，飞人无兵，我家为欺君之塞。我哪定心？我一定要晓得表舅到底是光浪队还是李队方。小将好不想，不人有的来都派的，为啥那个人不知气，不得来都讲，就说两高头兵，大家不开口。要并几乎人话呢，要并一日一夜明朝再开口，无为之中。陛下，生气，牛死。
听得叫自家努力吃死，心是道德。妃子啊，妃子，你也晓得你一心你叫我下来呐，妃子啊，空军校你说一死，寡人终于四海之风。君后之真，欲要他何容啊！妃子，谁人要死，寡人也要与你同死。听见皇帝说要得自家一台死。贵妃对皇帝口口洋洋的陛下，此言差家也放个呀！但这样的老百姓也骂我个，说我是放国的后水，你多也拿我比人是商纣王的大计。王啊，我不是大计，你也不是纣王，我是的，你是不得。请陛下伸手了起身吧。听到个他们当王爷头，什么事理得我也得里一头水都不可能。假使今朝我要背离一头水，反了改里，成为天公
谁人？大王啊，大王！想不到你堂堂一国之君，既抱不入心爱的妃子，又不能与他共死地呀！天呀！你叫寡人顺何是好啊？贵妃，我钦差殿下碰得皇帝的宝贝，陛下，这钦差殿下乃是你我定情之夫，是钦
经的，我的姑父老丈人是那个牙，辜负了皇帝面上推脱身体不好，高老还想几岁？40岁。现在讲起来真是年富力强的辰光，你为啥非要做官？你少不去问问你这个牙？